我覺得而家呢個時代，老師唔再局限於一個職業，佢可以係 creator、創業者，甚至係一個品牌。一個身份已經唔夠用。我係 Ronald， 補習平台 After School 嘅創辦人，亦係化學補習老師 TC 同埋 content creator。我每朝開會，下晝教書，夜晚拍片，深夜覆緊過百個學生嘅 message， 一直不斷試、不斷學、不斷調整。因為我相信唔進步就會被淘汰。當年備戰 DSE， 網上資源雜亂，質素參差，我要花大量時間自己整合。嗰陣我就諗，可唔可以有一個平台幫學生行少啲冤枉路呢？讀大學嗰陣，我決定要建立一個平台，改革教學生態。當時嘅我只係一個窮學生，冇錢咪用冇錢嘅方法做咯。大家好，我係 TC 啦。咁好多人咧都習慣準備大學嘅時候咧，就係咁睇書，係咁溫書。但我想同你講，呢啲 passive 嘅溫習方法咧，對於你嚟講係完全冇作用，嘥時間。我用最低嘅成本創立咗 After School。時代唔同咗，學生唔再依賴傳統方式認識補習老師，所以我幫 After School 做咗第一個實驗，嘗試用 TC 嘅身份不斷做 IG content。即係呢個就係課老師，即係我先會睇到嘅嘢嚟嘅。因為我要佢哋入埋個 Excel， 我睇邊個最高分啊。即係但係例如啦，喂助教睇完唔啱，改錯咗，我哋都可以即係人手 override 去冚咗佢，然後再派俾嗰個學生咯。用1年嘅時間，由籍籍無名去到累積過千學生，我感受到網絡嘅威力。我知道呢一個就係補習老師開展教育事業嘅最好時代。我哋呢一個位置慢慢咁樣滴佢哋落去嘅時候，就係你見到啦，我哋隔離呢啲支管慢慢咁樣滴落去啦，然後配合埋我哋隔離呢一度高溫加熱去進行反應咧，佢就會釋放一隻氣體。但我知老師要自立門戶唔容易，如果咩都自己嚟，最後剩翻幾多時間真係教書。所以我希望 After School 係一個將所有配套都準備好，俾其他老師可以專心教學嘅平台。畢竟幫到更多老師，就係幫到更多嘅學生。條路得我一個人行係唔夠嘅，我想揾嘅老師，除咗學歷同經驗，仲要有破釜沉舟嘅決心。我以前喺學校教書，其實都幾開心，但係可以接觸到嘅學生始終有限。嚟到 After School 之後，我發現可以幫我有更大嘅影響力，幫到更多唔同程度嘅學生，仲可以自己決定上堂時間，全面地實踐我對教學嘅理念。一開始我都冇乜頭緒要點做，係 Ronald 建議我建立個人嘅品牌，同我分享經驗，叫我喺 IG 出多啲英文教學片。都幾好啊，越試越快。以下可唔可以幫你讀到啲咩先？分嗰個 layer 嘅背景咧，佢就退走咗，然後就將個字咧夾喺兩層 layer 嘅中間。短短半年入面，我嘅學生人數已經增長咗3倍。加入 After School 之後，我先發現原來我嘅影響力可以咁大。只係一直都未揾到一個可以俾我發揮嘅平台。個位就話我針緊啲咩啊？已經過到喺呢個位先啦。係喎，我諗唔到佢有咩特別。我覺得白色黑色其實唔錯。我之前計劃要8至10年先做到嘅嘢，嚟到 After School 之後，有 TC 出謀獻策，亦都有 After School 嘅團隊幕後支援，用超乎我想象嘅速度幫我實現呢個12大計。短短3年，我嘅學生人數增長咗10幾倍，仲搞咗人生第一場會展千人幕。我希望幫有心教學嘅老師擴大影響力，借時代嘅優勢，令教育唔好局限喺一個班房，幫更多學生對抗考試嘅絕望。各位老師，呢個就係屬於你嘅時代，而 After School 就係實踐你教學理念嘅最強後盾。